大家好，歡迎嚟到熱鬥技研社，我係 Anthony。估唔到幣社喺 YouTube Channel 開業都不足一日，就收到觀眾留言，希望幣社對4月26日晚上 Ian Machado Gary 對戰 Carlos Prates 嘅 Fight Live 賽事做個賽前分析嘅。難得開業有貴客留言，我哋就插科打諢講兩句啦。大家好，我係阿樂，今次我都會幫手喺呢個新環節熱鬥快訊裏邊加多一把聲嘅。今個週末呢個大會雖然係 Fight Night 級別啦，但係陣容其實都相當唔錯嘅。除咗 Main Event Ian Machado Gary 對 Carlos Prates 之外呢，打落仲有 Giga Chikadze 啊、Anthony Smith 啊、長人 Randy Brown，同埋我最中意機動力超高，甚至乎過分活躍嘅 Michelle Pereira。所以就咁睇嘅話呢，今次 Main Card 其實應該唔會太多冷場。不過我哋今次熱鬥快訊呢，就集中講下 Main Event 就算啦。Main Event 嘅 Welterweight 賽事，27歲嘅愛爾蘭選手 Ian Machado Gary 現時戰績就15勝1負，個人覺得佢係一個幾全面嘅 MMA 選手嘅，立技同地戰都強，不過佢嘅寢技呢就明顯強啲。Gary 過去幾場嘅對手個個都試過晒 Gary 嘅鎖技攻勢，就連上場對手 Shavkat Rakhmonov 都要守佢後頸鎖啊！雖然 Gary 對上4場比賽都係以 decision 定勝負，但一個唔留神，可能 Gary 就已經成功submit到對手噶啦。對上一場喺 UFC 首次嘅落敗，只係 Gary 嘅對手係人肉推土機 Shavkat 啫。Welterweight 有邊個頂得到 Shavkat 嘅推土機啊？另一邊廂，31歲嘅巴西人 Carlos Prates 現時戰績21勝6負，佢係一個好典型嘅立技選手，而且手長腳長，最可怕係佢出拳快很準，好短時間就揾到適當嘅距離做弱點攻擊。對上3場賽事，除咗喺 UFC 305對戰李景亮之外，其餘全部第一回合尾段都 KO 到對手，就算係阿亮哥頂到第2回合尾段都要俾人 KO 啊！而且 Prates 出手之快，有時鏡頭都未必捕捉到，好似對戰 Rocky 嗰一下失撞個杆，同埋對戰 Manny 個左拳 KO 咁樣。如果真係要我估計當晚兩個人都係立技居多噶啦，因為點估都好，立技係 Prates 最有效嘅武器。Gary 嘅立技功夫都有一定實力，但會唔會第一回合就 KO 呢？就好難講啦。Gary 點睇都會係打得保守啲嗰個嚟嘅。賽事期間 Gary 當然要小心 Prates 嘅光速拳啦，但係 Gary 如果瞄準機會，相信會立即送 Prates 落地下鎖。印象中真係冇見過 Prates 地戰係乜嘢情況嘅。另一個變數就係 Prates 好似未試過打超過3個回合，但係 Gary 對上一場就試過啦。如果 Gary 成功逼到 Prates 打 Main Event Round，到底 Prates 嘅體能可唔可以應付得嚟呢？以上都係我哋估下嘅推算嚟嘅啫，始終拳手臨場表現先係最大變數，但求當晚有場精彩賽事啦。咁當晚比賽精唔精彩，到時先知啦。但係 Machado Gary 同 Prates 賽前嘅口水戰就已經好白熱化。Gary 呢就將 Prates 當年中國一場比賽嘅片咧擺上網，話佢中咗企拳就坐低唔打，響度認輸係一個 quitter。咁 Carlos Prates 當然就要反擊啦，佢就擺數據上網，話 Ian 入咗 UFC 4年都毫無建樹，唔好話一次 Main Event 都未打過，甚至咁耐都只係贏過一次 bonus， 簡直係可憐咁話。不過口水戰先擺埋一邊呢，其實兩個人嚟講嗰個背景都非常有趣嘅。Machado Gary 呢就係近年崛起嘅 UFC 愛爾蘭新星，細個就視 Conor McGregor 為偶像，被愛爾蘭媒體視為 McGregor 之後嘅第2代愛爾蘭 MMA 代表人物。而不論係打擊能力啊、地面控制啊，甚至乎打足5回合嘅體能呢， Gary 其實之前都喺比賽裏邊顯示過自己係有貨嘅。至於 Carlos Prates， 佢而家成條 Fighting Nerd Team 響 UFC 都係贏到開行，我係氣勢如虹嘅。我嘅睇法就係，如果 Prates 跟翻之前嘅打法，佢應該都係會想2回合裏邊就打爆 Ian Gary， 佢唔會打算拖得太耐，因為佢本身就唔係一個慣咗拖長嚟打嘅選手。以 Gary 同佢之前一個共同對手 Leon Manny 為例， Gary 打嘅時候係打足3個回合，而 Prates 咧就第1回合咗 Manny 就 KO 咗噶啦。咁所以真係要睇下到時 Ian Machado Gary 會唔會打算陪阿 Prates 打場 dogfight，定係會想拖到佢冇氣先食佢呢？
今次幣社開張大優惠就到此為止啦。如果大家有乜嘢題目想我哋講，歡迎留言話我哋知，我哋團隊覺得值得講嘅，都會盡量滿足大家。敬請 subscribe 我哋熱鬥記研社，我哋下次見，拜拜。